曾經有一個時期，好多人中意用文化沙漠嚟形容香港。呢個講法其實並唔係好準確，亦都忽略咗香港作為一個東西方文化交流，以至傳統現代交匯處嘅文化內涵。呢一集我哋請嚟香港史研究中心嘅彭德豐博士，佢透過回顧殖民地時期嘅郵票、錢幣、節慶以至流行音樂，去為大家分析香港獨有嘅文化內容。大家好，嚟緊呢一堂，我會同大家講下香港文化喺60、70年代嘅發展。講到香港文化，大家其實會諗起啲咩呢？係咪一啲經過那些年、源遠流長嘅中國文化啦？殖民地時期英式傳統隨處可見嘅事頭婆啊？定係近年大家會聽到一啲諗住要衝出香港、衝出亞洲嘅廣東歌呢？以上講嘅嘢都唔係錯嘅，當然。但係我哋係咪淨係得以上幾種方法，用一啲好割裂嘅方式去理解乜嘢係香港文化呢？嚟緊呢一堂，我會同大家探討下香港文化同歷史喺60、70年代嘅互動。首先，我會同大家講下一樣，或許已經接近成為歷史嘅物件，就係郵票。喺講啲郵票之前，我諗應該同大家交代一下當時香港社會嘅背景。20世紀60年代，香港係一個社會動盪嘅年代，有唔少社會問題，貧富懸殊、政府貪污、人口擠迫等等嘅問題，為政府添加唔少壓力。長久積累嘅社會問題同民怨，令到殖民地政府喺60年代頭已經開始改革，加上2次騷亂之後，令到政府加快步伐去維持殖民管治。政府係由60年代尾開始加強推出一系列嘅改革，或許大家比較熟悉嘅就係免費教育、反貪污、公共房屋等等。但其實文化亦都係重要嘅一環。從文化角度，政府推出新措施，有新嘅目的，就係令到市民覺得政府關心、了解，甚至乎保護佢哋嘅文化同傳統習俗。與此同時，喺60年代尾同70年代頭，香港各階層都有人表達佢哋對中國或者中華文化嘅關注。適逢內地正經歷文革，有唔少傳統習俗、文物古蹟受到破壞。有一批當時香港嘅精英階層都喺度表示要保護喺香港碩果僅存嘅中華文化。而亦都有一啲大學生同埋青年團體通過社會運動去表達佢哋對中國或者中華文化嘅認同。例子就例如有法定語文運動或者保釣運動。政府就針對香港當時各階層對於中華文化嘅認同，推出措施，表達佢哋政府官員對中華文化嘅關注同埋認識。而其中一個例子就係我而家將會講嘅生肖郵票。呢個故事或許要由1965年開始講起。當時依然負責協助殖民地去設計同埋印刷郵票嘅 Crown Agents 皇家代理人，佢哋就向政府建議係時候或許要推出生肖郵票去慶祝農曆新年。對於呢個 Crown Agents 皇家代理人嚟講，呢個建議或許都只係增加多啲收入，賺多啲。但係對於港府嚟講，當時嘅華文政務司 John Maduo 就提出生肖郵票其實係可以改善香港政府嘅形象。對呢一批殖民地官員嚟講，呢一啲生肖郵票可以係一啲證據，令到本地市民去欣賞政府其實係了解佢哋嘅文化嘅。但係呢一個推出生肖郵票嘅措施未有立即執行，而第一套生肖郵票就係喺1966年騷亂之後，1967年先正式推出，就係第一套香港歷史上面紀念羊年嘅生肖郵票。設計呢啲郵票有啲咩重點，有啲咩原則呢？第一個最重要嘅就係呢啲郵票嘅設計係要符合傳統中國喜慶慶祝農曆新年嘅習俗。例如政府官員強調個背景底色點都要用傳統中式喜慶嘅紅色作為個郵票嘅設計背景。往後嘅郵票設計喺民政局嘅協助之下，官員繼續強調所有設計要迎合本地傳統習俗，甚至乎要配合風水流年，唔可以用啲唔吉利、唔老禮嘅顏色同埋配搭。俾個例子大家，
1969年嘅雞年郵票原本嘅設計就係喺個郵票上面嗰隻雞條尾係分叉嘅，但係唔得，要撤回，因為一隻咁嘅雞係象徵不祥、象徵衰運。另外一個例子，71年嘅9年郵票，喺個郵票設計師設計個郵票之前，政府官員已經俾咗一啲要點，叫個設計師留意，例如每個郵票只可以出現一隻狗，亦都唔可以用紅色，否則又係象徵衰運。1970年，香港同英國政府嘅外交及聯邦事務部，或者我哋而家簡稱外交部，喺度商討下一年嘅豬年郵票設計嘅時候，居然嘈交。香港政府將佢哋呢個豬年郵票嘅設計遞咗去俾英國政府，咁佢交咗個乜嘢設計呢？咁當然豬年郵票梗係有隻豬喺個郵票上面㗎啦，係咪？但係嗰隻豬並唔係大家而家喺夾公仔機或者某啲卡通見到嗰啲咁可愛嘅豬仔，而係一隻千真萬確，你真係會喺農場嘅見到嘅一隻豬。英國政府嘅回覆係點呢？唔單止否決，仲要踩多腳。喺個官方回覆度話香港政府呢個設計係 bad taste， 邊可以將隻豬同英女王個頭像擺埋一齊㗎？叫事頭婆情何以堪啊！呢單嘢香港政府係冇立刻去接受呢啲英國政府嘅批評，反而佢係立刻反駁。當時嘅港督戴麟趾就回覆話：豬年嘅生肖郵票點可以冇豬㗎？之後英國方面了解到呢一啲生肖郵票對於香港殖民地政府嘅文化政策有幾重要，而香港方面嘅官員亦都願意修改設計，所以造就到大家今時今日會喺網絡上揾到最後嘅設計、最後嘅版本出現咗喺呢個豬年郵票上面嘅係一隻野豬。呢次妥協顯示到英國同香港兩方面嘅官員同樣重視呢個保育本地中華文化嘅策略，亦都顯示佢哋嘗試去理解香港人嘅文化習俗。根據政府內部嘅銷售記錄，呢啲生肖郵票銷售額通常都係比其他紀念郵票高，亦都顯示香港人都係受落呢種官方嘅文化產物。除咗對內宣傳政府了解本地文化之外，香港官員亦都透過唔同嘅物件宣揚香港係可以代表傳統中華文化嘅形象。當然，其中一樣就係我啱啱講到嘅郵票啦，而另外一樣就係慶祝農曆新年嘅生肖金幣。自1976年開始，香港政府每年同英國皇家鑄幣廠合作，去製造呢一啲生肖金幣。當然，呢啲金幣價格高昂，唔係每一個人都負擔得起。而重點咧就係佢哋嘅宣傳啦。香港政府堅持所有宣傳刊物嘅內容都要佢哋批准，去確保呢啲刊物係傳播正確嘅信息，去推廣香港嘅中華文化。而呢一啲宣傳刊物、宣傳單張嘅重要一環就係介紹香港農曆新年習俗同埋生肖俾世界各地嘅人認識。例如每年嘅單張都會強調香港政府係為咗農曆新年鑄金幣去慶祝紀念，而喺呢啲介紹單張，佢哋都會列出屬於嗰個生肖嘅世界歷史名人，同埋介紹呢啲生肖嘅特徵，去令外國嘅人都知道香港其實係慶祝緊啲乜嘢中國文化傳統呢？例如1977年蛇年生肖金幣嗰張宣傳單張寫咗啲咩人落去呢？有林肯、甘地，仲有畢卡索。同時嗰張單張亦都喺度介紹屬蛇嘅人有啲咩特徵呢？男人就係既浪漫又有吸引力，女人就係既美麗又會有成功嘅事業。聽到大家話佢都好想自己覺得屬蛇，係咪呢？喺呢一部分，我同大家介紹呢幾個例子，就顯示到香港殖民地政府點樣利用文化習俗喺60、70年代為自己塑造新嘅親民形象。而今時今日，每年喺香港出產嘅生肖郵票同埋金幣，喺97後繼續成為特區政府嘅文化傳統，風雨不改，甚至乎幾年前受到疫情嘅打擊，全球大封鎖嘅重挫，香港郵政署繼續推出一年又一年嘅生肖郵票。而呢個或許就係本地中華文化同英國殖民改革喺60、70年代相遇而遺留落嚟嘅港式傳統。
拜。